呢排好多人講 UFO、UAP 同外星生命，美國國會不停開聽證會 ，NASA 同5個大樓亦開始逐步公開更多 UAP 相關資料。同一時間，中國、美國、歐洲又重新啟動月球同深空計劃，感覺好似全世界都再次開始望返上宇宙。我最近睇一啲關於外太空同 UFO 嘅節目時，反而開始留意到泰國近年原來都有參與一啲太空相關嘅研究。因為平時一講到太空，大家通常都只會諗 NASA、SpaceX、中國、俄羅斯，但時代唔同咗，而家連香港都有太空人。再查落去，我先發現原來泰國一直都唔係局外人。其實泰國好多年前已經開始發展自己嘅衛星同太空技術，包括 TEOS 地球觀測衛星，仲有專門負責太空同地理資訊技術發展嘅 JISTA。而近年泰國已經參與一啲更加深入嘅月球同深空研究，例如中國嫦娥7號登月計劃。原來泰國有份參與其中一個科學儀器項目，而且預計會跟隨探測器一齊去月球南極，即係未來月球上面可能真係會有來自泰國科學家參與研發嘅設備。而背後其中一個重要嘅角色就係馬希道大學。原來馬希道入面一直都有團隊研究宇宙輻射、太陽風暴同太空環境，甚至連太空植物都有研究。佢哋研究過一種叫毛根萍嘅植物，因為蛋白質含量非常高。科學家想知道，如果未來人類真係要長期留喺月球或者火星，呢類植物會唔會變成其中一種太空食物嘅來源？聽落有啲似科幻電影，但原來泰國已經有人研究緊呢類問題。除咗中國，泰國亦同美國、歐洲有緊密嘅太空合作，一邊參與中國嫦娥計劃，另一邊又加入美國主導嘅 Artemis 協議。當好多人一直覺得泰國只係旅遊國家嘅時候，佢哋已經靜靜地開始參與未來太空時代。原來泰國同外太空比我想象近好多。